你干嘛？熄个灯。高高挂在天边，一丝皎洁，在黑暗中撒野。你可爱的容颜，偷走我的视线，寂寞都在此刻终结。我是不是可以抱着你了？我是不是可以？人家还说你够了。乖，不要乱动。睡觉。你放心，陆鹏的事，我来想办法。你不是说什么事我都能解决吗？可是这是我惹的吗？那正好，你闯祸，我收场。不对，严格上来说，是你闯的祸。你要是不放那场烟花，哪有那么多事儿？我替你收场。那也挺好的，谢谢娘子。不客气。哎，子睿，哎，我们少君不见了啊！整个岳林府都找遍了啊，也没找着啊。你看见他了吗？啊！哎，你干嘛呢？找不到你们少君，跑到我们少城主房间里找，你什么意思？难不成你们少君昨天晚上在我们少城主房间过夜？不可能！我昨天晚上一直守在这儿，外面的人绝对进不去。里面的人也出不来。少城主，哎，让他多睡会儿。你个废物！你才是废物呢！守一晚上你没守住，你们家少君臭不要脸，都是你们少城主勾引的。去释放一放，家贼难放了。